90%以上是差不多拢共款。也就是讲，咱若是会晓即个台语吼，即个语音吼，你若是做讲有法度吼，迄个进入时间的崩空吼，回到唐朝吼，转去甲即个吼宋朝吼，我甲你讲，甲苏东时来对话无任何的问题。所以讲规半部，也就是要甲大家讲，苏东时、李别伊写即篇《将进酒》，伊当然家己嘛有读。即篇《将进酒》伫迄当阵伊写出来个足有名。所以，迄当阵的人到底千外年前千3、4年前的人到底呢？因的读音什么款？就是要甲大家讲，甲咱即马伫读的即个台语音迄个足活足活。当然，这拢是爱有根据有去考过才会当安尼讲因为有真侪册真侪即个语音学迄个声韵的册，通证明出讲真正含即马咱即马我伫讲的即个音是足活。好，咱就莫阁啰嗦，咱就开始来甲念一遍将进酒，唐·李别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休海。君不见，高堂明镜悲别欢。调如青丝无声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后来，平阳载游且为乐。会师一饮300杯，吟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拜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听念听。将古转玉不足贵，但愿中罪不愿省。古来圣贤皆寂寞，已有饮食留其名。昔陈王昔时宴宾乐，倒酒10千自欢谑。此人何为言少钱，竟使高处对君酌。我花马千金裘，何日将出还离酒？以你当宵万古愁。这个就是将进酒差不多伫较早因伫念的音因伫念的音嘛是甲这个要活安尼